以我所知咧，香港極少數係從事化石相關工作嘅。我估5隻手指數得晒。我覺得人係要經歷發夢嘅，係有機會可以將一啲興趣付諸實行嘅。我係吳海林，我係一位古生物工作者。我細個好中意大自然，特別中意動物啦，或者係一啲我會執一啲標本啦。開頭會覺得化石可能係遙不可及，可能淨係喺一啲博物館啊，或者係一啲展覽啊、展覽場上邊先可以見到。我第一件收藏嘅化石啦，就係喺大概係15歲左右啦，係啦，喺科學館嘅禮品店嗰度買到嘅，係一隻小小嘅鯊魚牙化石，大概係70蚊咯。會日晚晚攞住嚟睇啦，攞嚟瞓覺啦。我冇諗過可以自己擁有第一件嘅化石喺自己手上，咁嗰個感覺係好神奇嘅，亦都係好似發夢咁嘅。我覺得喺香港，如果要建立一個自己興趣嘅事業係唔容易嘅，都需要揀一啲比較所謂安全嘅行業啦。咁我自己就選擇咗設計，我一路做我嘅設計工作啦。我就編草化石啦，後來嘅工作室咧越嚟越多化石啦，咁我就開始將佢推廣啦，慢慢變成我嘅事業。我收集咗18年化石，而家嘅藏量係超過5000件，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。咁當然最著名就係恐龍啦、三葉蟲啦、菊石啦、植物啦、海洋生物啦，同埋哺乳類動物等等嘅。我嘅收藏品之中最耐歷史係一件早期生命嘅化石，佢超過5億幾年前嘅啦。佢係嚟自一個烏克蘭嘅朋友，從事一個博物館嘅工作嘅。咁佢自己亦都有提供呢一類型嘅化石。咁後來佢因為需要參與一個戰事啦，然之後就將佢手上有嘅化石就交俾我保管。因為化石我就會了解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啦，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，而係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文化或者係生活啊咁樣。所以喺收集化石嘅過程，亦都會有好多意外嘅收穫。以前香港人對化石嘅印象主要係嚟自一啲紀錄片啦，咁但係而家有屬於香港嘅化石。自從喺赤洲揾到恐龍化石啦，咁的確係引起咗一啲廣泛嘅關注嘅。我自己都好想推廣多啲關於古生物嘅知識俾大家去了解啊。所以而家我提供一啲化石標本俾科學館做常設展覽啦，包括咗有一件海百合嘅化石啦，一啲植物嘅化石啦，同埋一啲恐龍嘅模型。另外我自己都捐贈咗一個犀牛嘅頭骨俾科學館，令到佢哋有多啲嘅藏品可以展示俾大眾去認識嘅。另外我就開放咗呢度俾大家上嚟參觀啦。好多時博物館會隔住一塊玻璃，但係我呢度呢，就可以俾大家一個近距離接觸或者可以摸到化石嘅機會。我會定期做一啲個人嘅展覽啦，亦都係一間樓上嘅小店啦。我另一個方向呢，就係從事一啲教育推廣嘅工作嘅。咁我會同唔同嘅學校合作啦，利用我嘅設計經驗啦，幫學校打造成同地質同古生物有關嘅課室。我希望將化石同古生物嘅知識推廣出去，俾多啲人知道啦。